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82例本土，桃园阿旭电脑厂64例，高雄港军事案14例。但市长表示，感染源还阁会当追踪，目前还通接尾价。行政院宣布上新的防疫措施，大众运输明仔载开始禁止食食，餐厅若无做好实联制，就禁店来现食。日本内战第8天，沙烏地阿拉伯联军自伊个发动空袭，有超过70人死亡，140人重伤。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增加82例本土病例，48例带病入境。本土病例部分，桃园阿旭电脑厂军事案增加64例，占上多。另外是高雄港军事相关增加14例。这波本土疫情伫过年前爆发。疫情警戒敢会阁有关到第3级咧？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即阵疫情要阁找有感染源，若准出现最大社区群聚，才会有关防疫警戒。新冠本土疫情大爆发，22礼拜六新增加82例本土个案，创下今年以来本土单日确诊的新冠纪录。其中同阿旭电脑厂因为伊讲捌去实体用餐确诊，爆发规定烧话，新增加64人确诊，包括一个离职的员工。另外，机服员按1747日照顾的按大伯的妈妈，也伫隔离期满采检确诊。另外一个20多岁女性因为就医采检确诊，感染源也搁伫调查。离职员工他应该是在可传染期，他还在。那之所以被验出来，是因为他要出国，所以他去自费采检，那验出是阳性。高雄港规定烧话相关是新增加14例确诊，公职场有10人，厝的人有2人，关联调查中有1人。另外，还有一对母仔囝按10309是后生，捌去基丁进前骑车上北去探视家己妈妈，按131无想到2个人拢确诊，感染源还搁伫调查。他妈妈18310就感觉到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然后进而采检也确定。阿东病院传染链也搁加一例，进前确诊护理师的先生，伫居家隔离期间阴转阳，一家伙4个人拢感染到。我们就拦阻的比较早，警觉性比较高，所以亲密的家人都是在匡列之后，才来发病，才来被验出，相对对社会的威胁比较少。另外，指挥中心也分析，本土 Omicron 的症头1月以来拢总166例个案，无症头的46人占2%，轻症的120个占72%，主要的症头是咽喉打痒、干燥、发烧、流鼻水，也甲头痛。这些其实都是一般会像是感冒的症状。那我们也有一些个案，他其实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他会去看那个耳鼻喉科或者是小儿科等等这些常感冒会去就医的诊所。因为本土病例一群增加82例，外界关心是不是考虑将全国也是同地区疫情警戒提升到第3级。但是中回应表示，真看甲真侪位的社区规定烧话都只好升级，不过目前拢是会当追溯感染源的规定烧话，需要进一步观察对社区的影响。但是中是讲，这届疫情有威胁性，每个是也会使举办，不过应该落实防疫的措施甲实联制。记者综合报道。远雄自贸港区内底阿旭电脑公司爆发群聚感染，目前已经有70人确诊，包括63名移工甲7位台湾的劳工。初步研判，伫员工的餐厅甲移工的宿舍这2个所在，围着的可能性较悬，因为移工宿舍伫社区内底，即马社区甲厂区拢扩大采检。另外，国内有请50名移工50名以上移工的企业，拢爱全面快筛。早起就开始搭建的大型检查站，下晡已经完成啊！穿好防护衫的防疫人员大批来进驻远雄的自贸港区。由阿旭电脑爆发互相烧话感染，港区内底所有企业的员工拢必须爱来采检。当然是会害怕。即阵这阿旭电脑互相烧话案件总计确诊来到70例，63名移工，7名本国劳工。同市长郑文灿指出，本国籍员工为着真少，研判是厂区互相烧话感染，伫餐厅甲移工宿舍可能性较悬，拢已经列做红区，全面来采检。除了雅旭电脑那么停工，那其他的这个33家预防性停工1天，全部都要采检。另外，这移工宿舍总共8个所在，一个所在伫港区内底，其他7个所在伫社区。市府也快速伫社区新建2个检查站，扩大来采检。下晡袂少港区休假员工赶紧拢赶来采检。当然会担心，因为年这么近了，
谁会不担心？好，现在只要出事了，年就不要过了。希望能控制住啊！希望也能够控制住。不过，这个阿旭电脑特别下达停工令了后，却是拖过2点钟才来停工，通市府会改罚30万块。另外，是不是看下无通报有疑似较真个案，这方面是爱过来调查。劳动部是呼吁相关密切接触的移工暂时先卖出外，由中介公司来代买用品。已经要求雇主跟中介公司对经匡列密切接触者及同楼层宿舍的移工不要外出，并且配合裁剪及疫调。这种赶紧爆料相关的人员，也有2个移工找到7天旧牌去食物件，一直到20才确诊。中有10多天的时间，移工唔知已经接触偌侪人啊。这让市长陈文灿讲，本来已经受累的疫情，这阵佫烧起来，因讲佫拄到新的挑战。在前一波的群聚感染，几乎都慢慢收敛，但雅旭电脑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新的挑战包括这个移工具有这个群聚性，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这波互相烧的传播链也佫无清楚，除了自贸港区内底员工互相烧的感染，住伫社区宿舍的移工，假日出外时阵是毋是也接触到其他的公司，甚至外县市的移工？另外，阿旭电脑1月中也派中和厂68名的劳工去同园厂来支援，也毋知影这感染的情形。这阵前个赶紧来采检，扩大来爆裂。为此，劳动部宣布要协助请50名以上移工的企业展开全面的检查。桃园新地标了就484间。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当咧拖，行政院今仔日也宣布上新的防疫措施，包括陆海空的大众运输全面禁止食物件，若宗教场所、过年绕境、抢头香等等的活动，拢爱停办。另外，因为进前西提餐厅有确诊者无实联制，还接触者扩列慢1礼拜，疫情直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餐饮业一定爱做实联制，若无落实，就会停止店内限制。国内疫情升温，20日单日本土82例。下晡疫情记者会，内政部长徐国勇宣布，春节期间启动新一波宗教场所的防疫措施，全面禁止饮食，搁爱停办所有开组织人定的宗教集会活动。难以维持社交距离的这一些相关的集会活动，譬如抢头香，还有我们相关的绕境游行、抢春牛等等。我们是举例类似的这一些，也拜托大家。在我们这个春节期间，我们来停止举办。除了应景的抢头香活动停办，建议民众家己准备祭祀工具。香客大楼以一人一间为原则，禁止政治人物走摊。防疫措施一个公布，包括台中大甲镇南宫、嘉义新港奉天宫、云林西里福兴宫拢宣布配合政策，取消春节期间抢头香的活动。都这2天疫情佫严重起来，经过阮党干事的决议，咱决定要取消这个头香，配合咱中央的防疫政策。另外，在交通方面，管制措施变较严。交通部长王国材宣布，23开始，陆海空公共运输全面禁止饮食，场站消毒的频率直接比照3级警戒，旅客坐防疫计程车零接触。那这个乘车单也不用他拿，他就机场工作人员带这个乘车单到我们防疫计程车，然后让他搭乘这个防疫计程车杜绝整个这个入境旅客他在过程中有任何接触或互相这个感染的一个机会为了让疫情扩散会当及时扩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也特别提出，餐饮场所爱落实实联制。过去做了无确实，这个老棚爱补起来。未来餐饮场所拢会做稽查，若防查到无落实、无法度配合，都要停止店内食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高雄增加14个本土病例，其中12例拢是高雄港群聚确诊者的亲人甲工课场的接触者，另外2例要搁咧调查。因为确诊者愈来愈多，市府已经把高雄港的中岛商港区列作风险区，扩大采检，也呼吁前镇、小港甲基镇这3区的居民，若是有相关的镜头，都要紧去采检。明早下晡1点外，高雄大湾别的员工甲人客陆续行出来，想要入去踅客民众拢互人抓落来，因为业者互人通知有确诊者来过，决定紧急停业1天。从北高雄来的。突然就不能进去了。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高雄22新增加14个本土病例，12个是新光船规定小话这场接触者甲亲人，其中年纪上细汉的是按135控6岁查某囡仔，伊读的建国国小妇幼，将8位师生陆续进行采检，准备隔离。市政府持续鼓励相关接触者，不过因为进前疫情因为完好一阵啊，不少人对性命坐放零，所以增加疫调的困难。QR code 的数量好，但实际上登记的数量是远少于我们数监视器这些的数量，所以在疫调上面的困难度相对的高。因为新光船规定小话确诊者一直增加，航港局对上早感染到上船无实联制的按18156，甲准上各罚10万。高雄市政府对中岛上港区列作风险区，这2天持续考虑甲采验。这些散装货轮的工作人员全部都要经过34号码头的这个管制站，所以我们昨天就匡列了大概有3600到800位。环保局陆续对行大过所在消毒，因为确诊者唔那行遍市区，连过海基点都有。再加上另外2个还搁伫疫调的非新光船确诊者，其中按10309男大学生都是高科大基点的校区。基点真侪所在采检站透早都有真侪人来排队采验。市政府也提醒坚定小港甲基点的民众，若是出现上呼吸道症头，除了采检站，也当去诊所领公费的快筛试剂，查清楚是毋是感染到。记者综合报道。那湘北地区今仔日也拢有增加本土病例。台北这案是一个负责人，因后生有高雄港的接触史，1月15为高雄返来了后，2月确诊。这个老母嘛去互后生话着采检阳性。那新北这案是阿东病院确诊护理师的翁婿，隔离第5天出现症头，采检确诊。另外，累计70例的桃园阿旭电脑厂伫新北嘛有厂房。有68人为新北去桃园支援，不过疫调时阵煞拢无讲。市长侯友宜表示，要依法重罚30万。50多岁的女性，那她的儿子是高雄读大学18309。新冠肺炎疫情，台北新增加1个本土的确诊，这个个案是家庭主妇，伊在高雄读册后生有港区的接触史。15回来台北了后，2月确诊，家己是在2日确诊。卫生局公布2个人16到20去过所在有大湖公园、内湖好事多、内湖区的诊所甲桥乡这所在。18310，因为他就是住在台北市，所以称为台北市的本土个案。它的 CT 值比较低，只有10。这些地方总共相关的这个环境喷销都已经完成。那目前已经匡列居家隔离17个人。新北市也出现1个本土的确诊，是阿东病院护理师案例17967的翁婿。伊在20隔离第5天时阵出现症状，采检是阳性，等于是第2个后生确诊了后，一家是人拢中标。伫这同时，新北市也公布外县市确诊个案捌去过所在，捌伫高铁棒球站、桃园站、台北捷运棒球、西门这所在。本土疫情一直摊开，总计有70例确诊的桃园阿旭电脑厂，伫新北市中和药市厂，所以新北市进前有伫问，伊讲是毋是互相来支援工作，结果拢互这个公司来否认，结果已经调查对查，中和厂68名义工捌去桃园厂来支援。经过2次的查询，都说没有。到了今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才正式回报，确有资源交流这个事，耽误了我们立即可以扩大裁减的时机，所以采取重罚30万，所有的资源68个员工一律居家隔离。这阵中和厂已经暂停作业，300多名员工扩大采检，因为过年即要到啊，本土疫情确实无例外，各县市也是真紧张，只好严加防范，继续避战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其中一个确诊者按18212。1月16捌去台南食喜酒，伊条发现新郎是婚林人，新郎新娘即阵伫婚林直接居家隔离，加在翁仔某甲厝内人采检拢是阴性。那台南是考571个人，目前采检168人嘛拢是阴性。台南市南区的检查站2日3起是全部拢开放，真侪民众接到通知赶紧来采检，因为高雄确诊者案例1821216报告台南来食喜酒，所有出现家属采检是阳性，也一度稳状。卫生局赶紧列出571人，包含11人特殊隔离，180位餐厅员工甲顾客自主健康管理，另外380人是自我健康监测。
我们已经都陆续在通知民众，然后也转知就是外县市的管理单位。那昨天总共来这边采检的总共有168人，那目前就是报告都是阴性。台南市长黄伟哲参加活动，也借机会呼吁民众，把确诊者去过同款的所在人，赶紧去检查站采检，让大家拢会使安心过年。1月16号以后到昨天以前，有人去旋转参加喜宴或去吃饭的，记得我们在那个松柏娱乐中心有开那个筛检站，赶快去做个筛检，求保平安。因为10楼台南喜宴的这对新人是来自云林，办完喜事了，等去云林随后列做自主隔离，包含其他5厝内底人在内，刚才采检全部拢是阴性。要将这对新人列为居家隔离的个案，并进行采检。那同时，他的同住的家人有5人，那我们也进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也进行这个 PCR 的采检，那所幸这个采检出来的结果是阴性。云林县府唔敢来放松，除了对当事人继续来疫情调查来追踪，因为这摆过年这对新人结婚了后是入来隔离，无排除上为了帮来安大接出来的人的情绪，也希望会使安全的度过这摆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新冠疫情到达2冬外，全球已经有超过3亿4千万人确诊，疫苗也已经注码98亿筒。为着要对抗介高团 Omicron 病毒，美国 CDC 公布3份报告，显示讲自辉瑞 BNT 甲 Moderna 这款 mRNA 疫苗来做加强下，预防重症的效果会当有90%。根据美国 CDC 做的实际研究追踪，2021年8月1日到2022年1月7日之间，美国在州超过30万人次就医数据，在 Delta 病一度感染主流的期间，第2期自 mRNA 疫苗包含辉瑞 BNT 甲 Moderna 了后，第14到179天之内，有防弹衣的保护效率有90%，暗过180天了后降到81%。暗过自第3期满14天了后，有防弹衣的效率升悬到94%。另外，伫Omicron 病疫度加速感染主流了后，自第2期 mRNA 疫苗了后，第14到179天，有防弹衣的效率也有81%，暗过180天了后，煞降到57%。暗过自第3期满14天了后，效率升悬到90%。These reports add more evidence to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up to date with COVID vaccinations. That means getting your primary series and getting boosted when eligible to protect against severe COVID-19. 针对这摆公布上新的报告结论，已经有医师建议 CDC 要将完整做疫苗定期，由目前2期改做3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新的数据，全球已经有3.4亿个人染疫，将近560万人过身。不过，也已经注将近98亿剂的新冠疫苗，为阻止疫情拓开，继续提悬疫苗注射率是必要的方式之一。另外，一直无主张下收注疫苗年会世卫组织，21也建议将注新冠疫苗年会下降到5岁到11岁。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在阿拉伯半岛上南边的也门内战已经第8天啊！至于这天，所有的阿拉伯联军搁对也门发动空袭，炸着当地看守所，至少有超过70人死亡，140人受伤。联合国出声呼吁停战，不过所有的阿拉伯煞讲因无发动空袭。拄到空袭了后的加工，现场持续伫抢救伤患，地面也摆满罹难者遗体，内部规个灰锅锅如苍苍。这个空袭至少造成70人死亡，将近140人受伤。当地英国的人道组织确认，这个所在根本就无亲像加工，是收容偷渡客的临时看守所，完全甲军事设施无关系。也门冠军青年运动的政府指控沙烏地联军21所发动的空袭，已经明显犯战争罪。هي الجريمة جريمة حرب ضد الإنسانية يجب على العالم أن يتحمل مسؤوليته في هذه اللحظة الفاصلة في تاريخ الإنسانية بشكل عام
نحن أمام ضحايا كثر. 由沙地领导的联军21发动也门大空袭，主要集中伫也门西北部的山城彭达，也加西部红海烟花港岛荷台达。荷台达的空袭也造成几60人死伤，同时佫拍到也门的电信交换中心，致使着全国大断网。真侪民众走上街路抗议，联合国对也门内战面临升级的危机，也赶紧出来警告。What we need is to stop this vicious circle in which things get escalating one after the other. 背后有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1月17对1000公里外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发动无人机攻击，拍到油管设备甲油罐车，造成真侪人死伤。由美国甲多数新国家支持的三国联军，随时伫18对也门发动报复的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这2届攻击造成波湾安全面临恶化的风险，也引起市场烦恼原油供应可能被迫中断，致使着国际原油价格起到7年来的新高。不过，沙地22号仍发动21个空袭行动。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过去咱接触到的艺术史，大多数拢是讲西洋中国艺术。这几档政府参民间积极推动重建台湾艺术史。但丁埔基金会为2018开始有一个计划，号做名单之后，希望找出更较侪日本时代的艺术家作品甲故事。但丁埔基金会为2018年开始进行名单之后的书写计划，针对参加过台湾美术展览会以及后来总统府美术展览会的艺术家做调查。拢总16档内底，住伫台湾的画家，当然也有日本人啦。入选的画家拢总635人，入选的作品有2080件，美术馆所有的收藏才93件。但是，阮对3档前开始研究找出这作品，到今仔日已经发现将近140件。为白纸黑字一个名，这么简单的信息，是要安怎找出这个人的故事？当初是我自开始我摕到伊的资料的时阵，敢若伊的名有一个基因，我伫网络顶管看到伊的一个祖孙，甲因阿公的作品铺伫咧因的 Facebook 顶管。画面中这位就是要入选台电甲副电李春成画家的查某孙李梅莹。李春成因为参与政治活动，惊拖累亲人，家己去日本生活。阮阿公走去日本了后，就完全拢无消无息啊。所以我就想讲，拢无人知影阮阿公，我是毋是真踮咧脸书？我若整理有一仔心得，我就逐写在顶头。这幅汤圆狗歌就是李春成1934年入选第8回台电的作品。即阵台湾开始注重艺术史的重建，也当咧甲时间比赛，要找找出这一个名字背后的人生故事。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新竹县峨眉乡种汤柑的面积有600公顷，产量占全国4成。今年天气稳定，产量比旧年加2成到3成。甜度上悬嘛超过14度，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果农当咧无闲整理汤柑，要赶在过年前赶紧出货。新竹县峨眉乡种汤柑的面积有600公顷，产量占全台湾40%。今年因为气候、湿度拢真适合汤柑生长。水分产品质比起旧年是好真多。今年因为气候非常好哈，所以我们的产量平均多了2-3成哈。那尤其在这个过年的前2个礼拜之后呢，我们这个桶柑哈将要大出哈。那所有的品质好的桶柑也是在这个时候呢，那能够到市场去。平扁这种型啊，拿起来的话，感觉重量会比较重一点的那个。水分那些都会比较好一点。农会特别举办汤柑比赛，针对汤柑外形、甜度以及水分来去评分，落尾上悬甜度来到14.3度，总平均也有10度以上。桶柑是过年应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农产品了哈，所以希望利用这一天的那个品尝会哈，来宣传我们的那么好的那个桶柑哦。农会提醒民众买汤柑当去厝内，搁加放几工会搁较好食。也欢迎游客过年到峨眉，享受清新斑果的趣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16度到22度。中部地区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17度到29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2度到21度。新闻最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所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来看少年辈推动台湾的奥多巴赛车运动。我是陈怡晶，明仔日同一时间咱再会。